南市政府团队为将台南打造成一个绿能低碳近邻的城市，交通部也配合国家2030年市区公车全面电动化政策，透过积极协助业者，争取交通部补助购买电动公车。刚刚提到我们总经理介绍了安全性的设施也是很够那更对整个外部效应比较好的就是它没有碳不排碳然后它本身是减碳节能减碳的一个代表，然后对公司营运事实上我们也很希望说借着这样的方式能够提高公车的载客率，市民喜欢搭，那公司也好，对政府也好那对环境好，大市民少开车当大众运输也好，那就会更好。因为我们事实上台南市的公车路线在县市合并之后，这公车路线是很少的，那所以说在过去的赖前市长一直到现在，我们努力把公车的新的路线开出来，公车营运再重新建立起来，要鼓励市民来搭乘大众运具。电动公车车身也依循台南市独创的大台南公车6大干线识别系统，增进辨识度及鲜明形象。为了让市民朋友能享受更舒适、更优质、科技化的公共运输服务，台南全市已达90辆的电动公车，预计113年初全市将达113辆。市府也将持续推动公车系统全方位转型，迈向城市永续发展、低碳运输的目标，展现决心。好，它车辆一进来之后，其实我们是透过后面的那个镜头来去辨识车辆它的一个停放，然后做车牌的辨识。台南市政府从107年起推动智慧化交通管理，全面发展智慧城市，便民措施获市民认同。设置智慧停车柱路段，平均周转率提升了22.6%。为顺应电动车的时代来临，首创智慧充电停车柱，让停车与充电一次搞定。自从我们改采这个小的收费以后，这个停车的周转率就顺，因此我们把这个停车从人工收费转变成车柱收费，我们也发现周转率的确是增加了。提供民众多元缴费服务外，更运用 IoT 物联网技术，将停车即时资讯传送至云端数据平台进行整合，再透过台南好停 App 可即时查询剩余格位与导航服务。台南市目前已完成4000席的智慧停车柱设置，未来将持续盘点合适区位，建置智慧停车格，让民众能享受更方便、更及时、更体贴、更全面的智慧交通环境。因都市发展住宅密集，为舒缓市区停车格不敷需求的问题，台南市政府配合前瞻基础建设计划，争取经费，积极推动停车空间改善，辟建停车场，且朝多功能、多目标的使用设计。台南市交通局积极透过不同管道辟建路外停车场，
近来多采国有地合作辟建方式，扩大停车供给，并纳入收费管理，活化土地使用，促进地方发展及改善市容环境。未来停车场完工后，也将导入智慧停车管理系统，提升使用效益与服务品质，营造智慧与便利的停车环境。台南市公共自行车 U-Bike 自112年2月启用至今，服务超过289万人次，并建置约387处公共自行车租赁站。U-Bike 2.01 电辅车利用电力辅助，可以让民众更省力，尤其对于年长者或旅客更加方便于市区移动。与既有的 U-Bike 2.0 共用停车柱，借还方便。你要靠卡借车还是扫码租车，这个萤幕就会告诉你下一个动作，你照着萤幕的指示下去做就没有问题了。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我们的随车所，如果你是临停要去邮局要去喝咖啡，你不想还车，你等一下马上又要骑了，我们的临停这个锁车呢，是把这个龙头稍微转一下，插上去之后呢，它就锁住了。U-Bike 路网形成有助于未来城市发展，对于台南市在节能减碳的城市发展目标也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呼吁骑乘自行车也要能守法，遵守交通规则，注重自身安全。